云林土库镇公所为着要迎接到大甲马甲白沙屯马的香客，已经开始安排休困甲住眠所在。当地有一间中横，嘛要开放，互人洗身躯、休脚了后，继续对马祖来绕境。 游客对乱桥进入当地派出所，这是去年白沙屯马祖进香过境云林土库的大场面。今年为了迎接大甲马以及所来白沙屯马祖游境甲进香的人潮，土库镇公所已经开始准备。 工人赶紧做临时的经镇公所讲，已经清点镇内包括活动中心、学校、公园会当休困的所在，因为敢若对大甲马游景香客镇南宫就估计有几百万人次。连门头的这个淋浴间以外，还备有沐浴巾、洗发乳、吹风机，还有这个充电的插座。 唔有公用空间，在地有一间观光的大农场嘛，决定全面免费的开放，总共有1公顷半，会当提供给几千名游客使用。这2栋温室都是作为我们背包客没有带帐篷的香客所的室内住宿区。再来我们这边所有的庭院，我们昨天也完成除草，所以可以作为我们的帐篷区。 农场的主人讲，为了因应这人潮，特别加强水电的设施。估计头一波开放的时间是为4月初6到5月初3，逐天暗时6点到过灯光的早起，有需要的游客拢会当免费入去休困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